来，我已清晰我对爱情的理会，那是我共在会，主给是最最。好啊，这首。那咱过来吟最后一首，咱足惜嘛是咱嘛来吟一下哈。547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哈，吟第一节的哈。来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行顺何在天里路途，有我和你无难坦荡，一切的我原来不同。好，若是咱有手机啊，就甲伊关静音，还是关掉哈。好。请咱闭目心来做礼拜。就举樟树枝出去迎接伊，叫讲：何山啊，奉主的名来的，就是以色列的王，愿意得到呵乐。咱即马来吟圣诗第292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吟2摆。
心情在对你讲，提醒我的主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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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心天心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讲，提醒我的主。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4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读启引文，记载伫第2篇，启引文第2篇诗篇第1篇，显着咱做伙来启引。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亵渎者的位，伊爱慕上主的律法。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叶嘛袂焦去。歹人就毋是安尼，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会互上帝算账。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聚集伫遮，做伙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嘛是受难周的开始。求你，互阮的心安静。会当搁较深来想念耶稣为世间人顶死伫十字架顶搁活的意义，因为耶稣的死搁活，带互阮得救的盼望，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嘛求主看顾保守阮，虽望阮会拄着艰苦的事，互阮不安惊吓，总是你甲阮伫地，伫困难中。帮咱扶持阮，互阮知有你通倚靠。求你，互阮有坚固的信仰，亲像聪明的人甲厝起伫石盘顶。阮也要学习耶稣的款式，顺探你的旨意，好好活出耶稣为阮赎回的宝贵性命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。赞美圣歌队要念的是看锡安的王来啦。
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9节。这是咧讲两种起厝的人。第24节，所以既若听我遮的话来行的，要比拼知识的人，去伊的厝伫石磐顶，雨落、大水到、风吹，冲着迄间厝也无倒，因为地基伫石磐顶。26节，既若听我遮的话无行的，要比拼戆人，去伊的厝伫山顶，雨落、大水到、风吹，冲着迄间厝就倒，搁伊的倒是上重。28节，耶稣讲遮的话煞，众人奇怪伊的教示，因为伊教示人亲像有权能的，无亲像因的经学士。今仔王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信仰的地基。牧师中正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先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互阮有新学院会当栽培传教者、教会营乐的服侍者，甲社区工作宣教的工作者。伫过去一年，通过无共款的人，你应选你的罗卜来服侍新学院，来培养台湾教会的好的牧者。感谢你，互新学院新的图书馆会当起做，有7个老师伫国外咧进修博士，也得到政府的帮赞。伫未来的2年，礼拜堂8级的教室会当整修，搁较要紧，互即个学院会当起做伫上帝话的地基，也通过一兄弟姊妹的协助，会当建立水搁好的信仰的模范。阮若即个时间特别为着老牧师出外到伫台东，为着神学教育来募款，为着伊的旅程平安顺遂来台岛，愿主纪念伊所做的工，也纪念伊伫东门教会所做的工。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赞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咱今仔所读是耶稣所讲的譬喻。这个譬喻叫做帕拉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伫咱的边仔的代志。耶稣常常用日常生活伫边仔发生的代志，简单的代志，甲咱讲一个要紧的道理。也种的譬喻大概就是安尼：你要互有土地有好的收成。你的种子就要压伫好的土。咱读到浪子回头的譬喻，真有意思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会做毋对，咱拢有做毋对过去做毋对的事实。过去做毋对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，已经无法度改变。总是咱会当互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，通过咱的悔改，通过咱甲人会识咧，有可能咱就会当改变咱的现在，甚至改变咱的未来。耶稣是一个真好的先生，伊无讲足深的道理，伊对日常生活发生的代志，甲咱讲简单，总是要紧生命的道理。我咧读《伊索寓言》，读到一个故事，趣味，讲有一只猫仔足歹，
啊，鸟鼠啊拢足惊伊，所以鸟鼠啊就去开一个鸟鼠啊大会，讲咱会当知影讲鸟啊要来啊，大家就赶紧走。哦，啊，开会真好诶讨论，有一个结论就是讲，咱来甲迄只鸟仔诶颔棍啊挂一个铃铛吼，啊，所以鸟仔若来，大家就赶紧走。结论真好，总是要散会时，一只鸟鼠啊举手讲，请问咱做一只鸟鼠啊，要去甲迄只鸟仔诶颔棍啊挂铃铛，你知影是一件代志，要去行是另外一件代志。信用好无？信用真好。你知影是一件代志，会当该行出来，阁是另外一件代志。咱咧读即个起厝的即个譬喻，真有意思。咱要起啥物厝？真简单嘛，有温暖，有疼痛，有光明。这柏拉图讲的，讲伊若要起厝，就爱四面拢有光。这敢是咱要起厝的目的？地基好。去做伫疼痛、温暖，甲会当互人感受到迄款迄个家庭的迄款要紧的疼。我咧看即个餐厅的英文叫做 restaurant， 即个英文真有意思，伊是对列英文来的，叫做 restaurant。restaurant 就是讲，迄个 around 就是讲伫外口咧徘徊流浪的人。找无人生方向的人，你请入来内底 rest 休困，这就是餐厅。咱的教会若是有旁边的餐厅，偌好。咱知影伫南门路的外口，偌济人伫遐行来行去，找无人生的方向，闻着咱的旁边，伊真欢喜会当入来遮来领受上帝迄个丰富的宴席。餐厅就是即款的意义。我咧看历史，伫中世纪的时代，真侪人爱去耶路撒冷朝圣，即个路途真远，所有人会破病，啊，有人需要休困。所以咱的教会就是伫中途站起一个，互人休困，啊，会当伫遐食饱，啊，伫遐得到医治，若破病得到医治，叫做 hospital。这个 hospital 以后就变做 hospital 病院，变做 hotel 旅社 hostel 休困的所在。咱的教会敢是一个 hospital， 会当提供互人食饱，互夭饿的人食饱，互艰苦的人得到温暖，得到扶持。这敢是一个真要紧、真简单的道理。若要起厝，就要起有疼。有温暖，即款地基的即个厝。咱今仔所读的圣经伫新约的背景，特别咱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我要甲咱分享初代教会的情形。这是初代教会伫迄个拄着罗马帝国的压迫的时，即个压迫亲像大风大影。迄个大风大影的压迫若来，你的地基若起无稳，起伫沙土压迫来，你就倒。耶稣讲的话，伫初代教会是真有意义的，就是基督徒拄着压迫的时，你的信仰若无徛在压迫的风影来，你就倒。咱咧看彼得甲保罗伫罗马宣教，有一本册叫做《彼得行传》，你讲彼得伫罗马的教会，成做罗马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。压迫来的时，就是尼罗王放火烧罗马城。这历史学家讲，伊将基督徒绑伫伊的后花园的即个条啊，该身躯撒沥青放火，该烧死，讲只有要照亮我的花园。基督徒受到真大的压迫。所以，这基督徒罗马基督徒就甲彼得讲：彼得，你是耶稣的学生，你应该就爱离开罗马城。所以彼得就包花款款的要离开罗马城。到伫城外时，远看到一个人行过来，这敢毋是割我的主？所以当彼得拄着割我的主的时，就甲割我的主讲：主啊，
Where are you going？ 你要去叨了？佮我的主甲伊讲，我要过入去罗马城，过一遍，互人钉伫十字架。彼得讲毋通，我来去就好，所以彼得活倒转。历史的传说讲，伊要砍迄钉十字架，叫做倒钉十字架。倒钉十字架。今仔早起，我要甲咱分享，就是咱来诚做基督徒，问咱家己，我的信仰是有认真无？我领洗的迄天，是毋是100%要来跟对耶稣，真正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？我毋是鼓励大家拢来读台南新学院，我是鼓励大家诚做一个军队主，诚做100%奉献的人。感谢上帝，我会当选择奉献的场所。幼稚园是我奉献的场所，病院是我奉献的场所，可能银行是我奉献的场所。我即马退休伫厝，即个家庭是我奉献的场所。咱拢是做100%军队主的即个基督徒。咱来看即个日本的即个天主教徒，日本的天主教徒伫即个，咱若看伫日本的即个历史，伫幕府将军的时代，即个天主教徒到伫70万人，所以幕府将军感觉哦，这天主教即个外来的宗教会侵犯到日本的即个统一，所以开始压迫天主教徒。咱读即个远藤周作的《春末》，看迄个电影就了解，真简单。伊就是将耶稣的像放伫你的头前，请你来搭过，请你来搭过。日本的天主教徒甲咱讲有27万人殉教，了不起啊！为着即个信仰，去做伫即个上帝的即个地基，即个耶稣基督的地基，27万人殉教。我咧看台湾教会史。我常常分享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咱公安那教会的见证。这是李家祥牧师伊所写的留落来。咱知影公安那教会就是马国医生，伊伫台南伫看西街伫遐宣教的时，2礼拜互人赶走到伫基后。伊拄着一个生理人叫做皮克林，甲伊讲，即个府城地区有一寡平埔族，因为荷兰人宣教的原因。所以无一定去遐宣教会较成功，所以皮克林就带伊到伫公安楼，咱个知虎头比个入去迄个所在。你讲的李家，即个李家祥牧师讲，伊的阿祖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全家拢来信主。当时的公安楼无礼拜堂，因就烧酒去基后做礼拜。拜六的天父光。阿祖公甲所有人拢叫来，留阿祖妈顾厝，炸3项物件：红心的棍仔、食米，甲1只粉鸟。就安尼对拜六的天父坑开始行到基后大礼拜早起做礼拜。粉鸟啊放等于讲平安到伫基后。咱今仔日真侪人住伫教会边仔，都无啥爱来做礼拜啊，敢毋是？这就是认真的信仰。伫咱看到咱的初代教会的信徒，即个我咧看即个前总统，美国前总统吉米·卡特，伊讲伊做浸信会就是14年，接触140个人，总是为着要选佐治亚的州长，3个月尔，就要接触30万人。伊家己反省伊家己的信仰，伊做一个执事14年。他接触140个人，伊讲伊怎样伊的信仰没有全力以赴，亲像政治安尼全力以赴。咱是毋是会当伫咱的信仰认真？咱咧读一些历史，互咱的境界就是第一代的信徒认真，死里旷野，祝福第2代的信徒进入迦南地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你搁该读落去，第3代、第4代拜偶像，离开上帝。
咱咧读新约的教会，偏偏是教会，你读到菲律宾的教会，听传教者合一、听心、帮赞、送香的人，总是你嘛读到亲像哥林多教会，互相攻击、批评传教者，批评这代志。我咧读历史，伫主后95年，即间教会有问题，就是有问题。到主后95年，阁有信徒要罢免因的长老。偏偏是教会，有的教会诚做菲律宾的教会，有的教会诚做哥林多的教会，就是信仰的地基是起造伫什么款？咱的信仰有认真无？继续，我要甲咱三家来分享。那安尼，咱会当怎样形成一个信仰的认真？我伫新人医教册第一节课，只有问学生一个问题：你有使命感无？你若无使命感，浪费你的青春，嘛浪费我的时间。咱今仔日嘛是问咱家己，咱来接近这个信仰，接受这个信仰，来正做基督徒，咱有100%有使命感无？咱有生命的委身无？生命委身毋是遐尼困难啦，毋是讲我一定要去参加什么特会、灵恩的特会，我较会当有生命的委身。生命委身是真简单，就是你甲即个土地的关系。会早起来看新闻会生气袂？飞机过来啊，会生气袂？你看到电视，看到遐缅甸遐缅甸的百姓，互军人用枪拍死，你会心痛袂？这就是生命为生真自然的。你甲即个土地的关系，你甲厝边隔壁的关系，你甲家己亲人的关系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为生。我常常爱甲学生分享一个譬如，人是安那是了不起的人。毋是咱讲咱作牛，是因为咱有上帝形象。比如讲，我饲一只狗啊，这只狗啊足厉害，我甲伊训练了作牛。每一遍我的厝若落雨滴水，我就放一个墙角边，放一个桌布，甲伊训练讲，你爱去墙角边甲桌布夹来互我，我甲流水的所在切切所以若落雨滴水，狗啊知影使命啦，走去墙角边甲桌布夹互我，真好。有一天我煞袂记甲桌布放伫墙角边，哇，落雨滴水啊！狗啊知影伊的使命啦，走去墙角边，看无桌布，哇！伊走转来找我，尾巴摇一摇，讲：主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你看着办好了，对吧？无桌布，我当找啥？我当找扫帚啊，我当找其他的物件嘛，对吧？这叫做 intellect。入去，佫会当出来 ；inter 佫会当 let 入去，佫会当出来，叫做举一反三。上帝予咱上好的礼物，就是咱有伊的形象，咱会当思考，咱佫会当想象。我以前伫校教册住宿舍比迄个离教室较远，对无？我就骑脚踏车，这就是想象啊！脚踏车就出现。我徛伫海边，看想要到海的迄边，船仔就出现，飞机就出现，人会当到伫太空。所以咱有 internet， 阁有想象，就是创造力。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咱着爱想象永恒。会晓想象永恒的人，伊才会当扩展伊生命的广度与深度。咱人类若是活伫历史的平面，咱足可怜呢。咱家己制造的问题，咱着爱家己负责任来解决咱制造的问题。咱拄着苦难，咱就无有迄个永恒的盼望甲安慰，因为你只有伫历史的平面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伊的形象，会当想象伊，想象永恒。咱就会当去做亲密的关系，去扩展咱生命的广度与深度。亲像阿摩斯所讲的，
伊甲上帝关系，互伊会当想象遐个以索比亚、遐个非洲的人、遐个囡仔，甲以色列人的囡仔，敢拢毋是上帝的囝？想象永恒，互咱会当跨越种族的界限。想象永恒会当互咱跨越性别的界限。今仔佫较困难。咱神学教育就要面对的难题，想象永恒，互咱会当跨越现象的界限。这是伫上帝听的内底，咱起做甲伊亲密的关系，互咱会当帮咱需要的人、艰苦的人。所以生命维生毋是遐尼困难，就是咧问我甲上帝的关系，我甲厝边隔壁的关系，我甲亲人朋友的关系，总是生命维生是感性的。常常人会甲你泼冷水，你遮尔热心要创啥物货？对无？你敬拜上帝遐尼久啊，上帝阁互你拄着即个艰苦，有人会甲你泼冷水。我伫成大的历史系教几啊年，我会感觉到读历史的人。读了大学部1年、2年了后，真侪人会去转系。谁会去转系？因为真侪人会甲伊泼冷水。谁伊要读历史？伊可能有一个威信讲，历史真好，我要来读历史。总是读1年、2年了后，可能爸爸妈妈讲，你读这将来要创啥？敢找有头路？真侪人会甲你泼冷水，除非你有读历史的信念。谁我要读历史？有读历史的信念，这叫做信念的维生，还是叫做信仰的维生？所以生命维生还佫无够，你来进入迄个地基，伫咱基督徒来讲，叫做信仰的维生，上帝的话。每一遍你拄着困难，你就转来上帝的话，转来这个地基，重新起造伫上帝的话，你起造这个关系，互你的地基愈来愈稳固。有人咧讲，迷信甲信仰有啥无共款？迷信就是，比如讲，下早我要来东阮教会募款，到你遮讲，有人甲我讲，遐有人咧等钱，等100块，赶紧去捡，你就真正相信，这叫做迷信。总是比如讲，我下早要作早来，我着爱交代我的囡仔准备好势，所以我着昨暗甲我的囡仔讲，爸爸今仔要出外。所以桌顶会放100块，互你食早顿我囡仔无看到100块，伊就相信爸爸会放100块，因为伊甲我有关系嘛，有关系。我的话会当信靠，咱就是咧起造即款的信仰，咱起造愈深，咱的信靠就愈深。咱甲上帝关系愈好，咱的信靠就会愈来愈深。你安尼，咱就要进入一个信仰见证的维生。我有生命的热情，我有起造伫上帝的话，我就真意爱去宣扬，甲人传福音，讲上帝信仰偌好，这叫做见证的维生。就是初代教会有这款见证的维生，我甲咱分享耶稣基督的文道。巴多罗买。68年，伫亚美尼亚互钉十字架；马可68年，伫埃及互人打死；安德烈69年，伫希腊互人钉十字架；马太70年，伫非洲互人毒死；多马82年，伫印度嘛是互人用矛枪毒死；腓力87年，伫加勒泰殉教。提摩太90年，伫以弗所互人斩头；路加91年，伫罗马互人吊死；约翰96年，伫以弗所互人用油烫死；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安那讲啥物人会当计当咱伫基督的疼？患难吗？艰苦吗？困病吗？内刀吗？拢毋是，无论是死是活，现今将来。是悬是深，拢袂当计当。主耶稣伫上帝听，伫咱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听，这就是初代教会
耶稣的门徒，伫主的厅内底来起做这个信仰的地基。风应来，未倒就是未倒。所以初代教父讲，你会当审判阮，会当折磨阮，会当杀阮，阮会变做搁较济的人，因为信徒的会就是新信徒的政治，也是教会的政治。这敢是咱今仔日坐伫遮礼拜真要紧的一个因素。这是早期基督徒就爱秘伫梦内底的礼拜，因无失了信仰，因圣餐，因做伙自餐，因甲因的后代、第二代领洗咧，因留一个记号，即只鱼仔的记号，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囝，咱的救世主。我定来甲学生讲，你若开车搭一尾鱼仔，就毋通超速闯红灯。你会对不起初代教会遮的殉教者，总是因有平安，有留一只婚照的这个平安。我要甲咱大家分享，这是主后112年，罗马小亚细亚的总督叫做 Pliny， 伊写批予罗马的皇帝揣奖，伊安尼讲，讲咱小亚细亚拢互一种危险的毒素吸引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人拢去信耶稣，结果咧，咱罗马人的庙无人去，罗马人的神无人拜，因为大家人拢去信耶稣啊。这张批主要是讲，若有人甲我密报，什么人是基督徒，我就甲伊掠起来；什么人是基督徒的领袖，我就甲伊判死刑、财产没收，安尼做会使袂？耶稣定死是为过4个月33年。到112年，无到80年，小亚细亚人拢来信耶稣，因为因有坚固的信仰，坚固的信仰起伫迄个石盘顶，100%来跟对耶稣，委身伫上帝的国度内底。这就是咱今仔日纪念中秋主日的意义。咱就跟对主的脚步。到伫耶路撒冷，咱分担主伫十字架的痛苦，也拄着国外的主，互咱的信仰复兴，互咱真正100%来跟对耶稣，互咱台湾东门的地区，新约初代教会见证，逐个人拢想要来信耶稣，因为咱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有两个真要紧的意义，第一个就是咱有台湾。当然，今仔日伫台湾有真侪基督徒，我也坦白讲，有个人信仰比我较好，搁较热心，总是无拄有台湾。今仔有真侪民主运动的人士，因真关心台湾，为台湾牺牲奉献，总是无拄有耶稣。咱正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，上了不起的所在，就是咱有台湾，阁有耶稣基督，就是咱伫这块土地咧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咱伫遮咧去做神学教育，台南神学院；咱伫遮正做东门教会来纪念巴克勒牧师伊的辛苦，咱伫遮阁要甲这个福音来宣扬。最后，我用这个来做结束。我咧看巴黎的这个埃菲尔铁塔，一种887年起3年完成。伊大概是用1500无共款的部分甲伊组起来，组起来，所以伊就要用250万的钢钉甲伊钉起来。伊会当动迄个风速，1点钟久129公里，安尼咧吹。伊个塔的斜写12公分，总是袂倒就是袂倒，是安那？因为伊有250万的钢钉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正做东门教会的钢钉，请咱正做台南神学院的钢钉。咱毋知影台湾未来是安那？总是咱若地基起做伫上帝话，无论大风大影偌大。袂倒就是袂倒，咱三甲来祈祷。
真来主感谢你，愿我每一个兄弟姊妹100%来跟对你，互阮会当对即块土地关心，对厝边隔壁关心，对神学教育关心，也将阮的信仰来起做伫上帝的话，就是风应来，袂倒就是袂倒。恳求上帝，互阮东门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成做一间教会的冠顶，互阮的教会会当勇壮，会当看到人的需要，会当跨越种族、性别的限制，通过上帝的恩典来扩展生命的广度与深度。愿你教阮三角之地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真正会当参与今仔日上帝国的宣告，伫东门这个所在，纪念阮所做的奉献，成做阮的祝福。祈祷靠主的名，阿免。咱有一个影片吼，会当请咱来影照。台南新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，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、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，落实福音在地化。哇，不得了！有的同学出国留学，有的咧读博士班吼，咱嘛安尼吼，感觉足欢喜的吼，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。1869年，李修牧师甲马雅各医师分别伫个高雄、基澳、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。到1876年，将两地合并，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，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。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，关校8档，到1948年开个复校。真侪年来，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，会当陆续扩建，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。所以就是有这个建设，有这个硬体，有这个募款，有这个奉献。黄宗辉牧师这有心的人，伫这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，所以新学院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。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，相当自由化，对。学艺课程除了神学教育，嘛有社工、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。硬体设施，譬如讲校舍、办公室，甚至现代化图书馆，拢更加完备。长久以来，透过学院培养，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，充满台湾各地，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。牧会的过程的中间，我对六甲到关庙的新房，到今仔来到伫后甲教会，我就是保持着这款，免神学，免落实伫在地化，免教会，免行出伫社区。伫学校，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的中间都爱彼此照顾，互相帮衬，互大人伫读册、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。所以伫教会依然是安尼，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角分享。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，还有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。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，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。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，所以台南新学院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，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，定睛伫本土，关心社会、人民甲公益，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。
不过，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，国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。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整建的需要，迫切毋望各界的扶持。过去咱台南新人院都有足侪听主、听人，佮愿意奉献的遐这一直不断伫遮奉献，所以我嘛是直接对心底献出感激、感谢。谢是上帝纪念这个事，所以嘛，毋望咱为着这个新人院大道，为着这新人院奉献。咱即马入案了后，有真侪教育部要求，遮的教学系统，或者是遮的设备的提升，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。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，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，未来毋望伫个祈祷支持中稳健经营，甲国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。
请坐。即马来报告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，王宗尧牧师受派来本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，请为台南新学院的神学教育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2点，3月28日，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，刘牧师到伫台东教会交换讲台请安报告，请代祷。第3点，本会有保留已经出版的无共年份的刊物、周报、核定本甲旧信息。伫本主日起，主日礼拜结束了，会放伫教育大楼边仔，袂人会当家己摕。第5点，为着要同心体会耶稣为世间人受难受苦，请兄弟伫受难周期间避免举行喜庆活动。第6点，受难周特别礼拜会伫3月29日到3月31日，就是即礼拜一到拜3的下暗8点，伫大礼拜堂举行。讲道的人甲服侍人员名单伫下骹，请咱家己详细过目。第7点，3月31日就是即礼拜3的下暗，巴克利圣经学堂为着要配合教会受难周特别礼拜，暂停一摆。教界消息第3点，4月初1，就是即礼拜4的下暗7点半，台南中会第1小区举行2021年第1小区基督受难圣餐礼拜，地点伫后甲教会，鼓励兄弟踊跃出席参加。有1点的补充报告是原本定伫今仔下晡要进行的清洁日，因为地下室的工程还未完工，所以会延到完工了后，较另外用周报甲大家通知。好，咱即马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。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，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。今仔有一个新来的朋友胡鼎成，毋知伊坐伫倒个？哦，欢迎你来。好，咱即摆来唱祝福车肯的诗。第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。笑煞车牧师代祷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点出头塞的路途，我里有那趟那一切的。
愿定时伫十字架顶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上帝亲像父母极大的疼痛，甲圣神的相通安慰扶持，甲咱大家三角之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到闭会。